东西没带吧？带什么啊？火折子。啊，大哥，你也没让我带啊？啊，不带火折子拿你着凉啊？哎，大哥，你看，大哥有蜡烛。走吧。大哥，你别生气啊，我下次一定带。咱不是找东西吗？咱们把事情想简单了，这里没有我们要找的东西。走。哦。我看这沈大哥也不像是恶人，也不知道玉大人为什么怀疑他。算了，玉大人自有玉大人的理由，我们还是不要多议了吧。哎，撤。撤。大人，卑职尚未验尸，您看……没事了，你先去吧。是。玉大人，万捕头呢？啊，万捕头今天有要事在身，今日就由你我一起来查案。你说这徐大人的案子还未了结，又出现了无头尸案。这京城连续数日出现命案，而且直指朝廷官员，这不同寻常啊！沈耀，你可知道天机12宫？我听说。这尸体背后被人刻意伤害过，应是另有目的的。这死者背后留下的痕迹，应该是纹身痕迹。沈捕头，你闯荡江湖多年，可曾见过？人命关天，沈捕头，你不妨直说。哎，我还真有听说过。天机12宫有的人，真的会在背后纹身。哦，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呐！我曾经与天机12宫阎王殿交过手，这尸体背后纹身痕迹，倒是与他们有几分相似。这我收了啊。老张。打扰您了，
这里可是沈家村啊？对，是沈家村。几位大人可是从京城来？正是。哎呀，京城来的大人到我们这小村子有何公干呐？老张不用担心，村中无事，我们只是碰巧路过罢了。几位大人还没用饭吧？既然不是公务在身，如不嫌弃的话，不如就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个便饭吧。肚子饿了。大人，咱们一早出来，确实什么东西都还没吃。是啊，大人，反正我们来找沈大哥也是要找村民问话的，不如就留在这儿。就是，留下来到屋里啊，一块吃点吧。啊，好。沈捕头，玉毛脸上可写了什么字？没有啊。那既然没有，沈捕头为何从刚才起就一直盯着玉毛不放？玉大人既然这么说，那在下也不藏着掖着。在下看来，玉大人对案情的发展心中早有眉目。不过你为什么不把知道的线索分享给我呢？恐怕沈捕头也未将所有实情告诉玉某。哼，你笑什么？玉大人，徐林洞之案，在下早已自证清白。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，您一句话，在下便可以离开。虽然在这江湖上混得极其潦倒，不过也好过在这刑律司天天手接无端的猜忌强。大人，这是死者背后纹身的妇人图案。辛苦了，下去吧。不知沈捕头可曾见过此图啊？没见过。不知沈捕头是否愿意将上衣脱下？你没事脱我上衣干嘛？你脱下便知。你还是不相信我是吗？好，我脱给你看。那孩子呀，从小就机灵，左邻右舍丢个什么物件啊，他都能给你找回来。人们就夸他呀，跟那刑律司的捕快一样神。那人家就是客气一下，他还当真了。我们村啊，有人在京城徐大人家当管家，前些日子回了村，碰巧提起刑律司招人的事儿，他可来劲了。啊，他说自己呀满身的能耐，窝在村里屈才了，非要到京城去，到刑律司去做捕快。您说，就他这点本事，给人家找找丢了的鸡鸭鱼鹅还行，可是刑律司是干什么的？每天对着尸体，那是要死人的。他一个乡下人，哪见过那种阵势？您说他要进京是要当捕快？啊，是。大人，他们说的不会就是沈大哥吧？老张，您说的徐大人是？哦，那刑部司律官徐林洞徐大人嘛。那他最后有没有告诉您他当成捕快没有？哎，说起来就糟心，这孩子进京都好些日子了，到现在呀，连个信儿都没捎回来。他叫什么名字？我们沈家村啊都姓沈，他单名一个尧字。
他们已经不会再怀疑主上的身份了。很好，给主上传信，告诉他任务完成。是。所有人，撤。是。大哥，那死人的背后真有咱们的纹身？是阎王殿的人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个人你我都认识。可是，我问过小姨，她说咱们家最近手下没有谁突然失踪，所以我才担心，刚才玉长风画师拿出来的纹身复原图案，那阎王的手中拿的不是判官笔，而是一把钥匙。钥匙？可是不是只有12宫总坛钥匙保管者才有资格在纹身上纹钥匙吗？他就是老公主的手下玄铁钥匙的保管者刘海。嘘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就是他。大哥，刘海素来忠心耿耿，就这么死了，那钥匙呢？尸体上并没有发现。那可是开启12宫总坛的钥匙，要是丢了……凶手杀完人之后，并没有处理尸体就匆忙离开。如果他没有别的目的，就不会拿走玉佩。所以我猜测，他是冲着玉佩来的。而钥匙，应该还在刘海手中。大哥，那我们……没有我们，只有你。我？现在玉长风看我看得严，我再也不能接近刘海的尸体了。所以你要找到机会，到刘海尸体上找一找，说不定有钥匙的线索。我搜仔细点儿。玄铁钥匙事关重大，而且刘海向来谨慎，说不定藏在他肚子里。神捕头，玉大人，何事啊？刚才多有得罪，玉某特地前来赔罪，还望神捕头不要介怀。玉大人，您言重了，这才多大点事儿啊，在下没有放在心上。那就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哎，玉大人，刚刚在下想起一件事情，人命关天，事关重大，在下也不敢隐瞒。神捕头，请讲。虽然我没有见过这个纹身，但是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或许有线索。神捕头，你朋友现在何处？
玉大人呢？我有事找他。玉大人刚刚出去了。出去了？去哪儿了？他……你吞吞吐吐的干嘛呀？快说呀！玉大人刚刚去了醉仙楼。什么？醉仙楼？哎呀，这怎么办啊？哎呀，这事儿你管得了吗？玉长风手里怎么会有阎王殿的纹身图？刘海死了，保管玄铁钥匙的刘海，正是他。老公主仙逝后，刘海一直隐姓埋名，怎么会？那钥匙呢？我已经让16去找了。对了，镇银案现在有什么消息吗？市面上近日出现了一块玉牌，江湖传言那块玉牌便是多年前失窃，至今下落不明的镇银案中的一件。怎么，沈公子是有什么发现吗？刘海生前身上曾经有一块玉牌，不过邢律师在他的尸体上并没有找到玉牌的踪迹。沈公子认为，刘海身上的玉牌，便是那镇银案中的玉牌。我也只是猜测，这个玉牌是镇银案的线索，能够证明12宫的清白。刘海对12宫和我父亲素来忠心，此事并非不可能。我会派我手下的人去打听的。多谢花姐了。你我之间何须言谢？我已差人为公子准备好了厢房。玉长风现在手上有阎王殿的纹身图，你住在我这儿安全些。不必了，现在玉长风已经开始怀疑我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会更容易引起他的怀疑。我住在行旅司，也许对我来说是更安全的地方。他开始调查公子了。我已经都安排好了，他什么都查不到。我是来向玉大人汇报沈家村疫情结果的。沈瑶确实是沈家村人士，村中也确实有死者徐林栋的家人，他没有问题。我是来办案的。玉大人，我兄妹2人自小与玉大人一起长大，你也知道，我来行律司没有太多的时间，我不会把心思放在这些小问题上。如果玉大人与我兄妹2人还有情谊，那就多多花心思在案子上吧。哼！哎，问不得。
经并案。那玉大人的意思是，半个月前徐林洞阎王烈火案，和现在的刘海无头尸案，都与这王氏玉牌有关，而这王氏玉牌又连接着多年前的镇银案。是的。可是，镇银案在几年前不早就已经定案了吗？定案了，不等于有真相。玉大人，你年幼时曾伴读宫中刘侯，想必和刘侯的感情也很深吧？可是这镇银案发生之后，好多人都因此入了狱，而且刘侯也受到了牵连啊。正是因为此案件牵连甚广，我和万捕头一直在暗中调查，不想放过任何与此案件有关的线索。沈捕头，你可有什么办法找出凶手？引蛇出洞，1000两黄金，10000两白银，巡城色上佳的好玉。3日之内，我要全城都知道这个消息。是。列位都听说了吗？最近在城中的南市啊，有人愿意出高价买一块玉佩。哎，你说我家那块玉佩成色咋样？你家那块玉佩不行。怂恿凶手销赃。沈耀，你好大胆子啊！即便凶手能够出售此物，那又有谁家敢收呢？玉大人是人中龙凤，怎么能知道那些猫猫狗狗的勾当？那么，如果有人闻风拿着玉佩前来，就算此人不是凶手，也必定是辗转从凶手手中拿到此玉牌的人。大哥，有线索了，在鬼市。你们俩是不是想被打啊？哎，会不会走路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什么人啊你？哎，这，站住！站住！走。石榴，轩旭，深藏不露啊你。身不由己啊。说，你是给谁卖命呢？我已经暴露了，他们不会留下活口的。现在坦白，
你还能留个全尸？我只希望我的孩子们能保全性命。玉大人，找到了。所有证物都在这儿了，玉大人您看，要怎么处理呢？都拿下去，留着，以后归案画押。是。是。等一下，把玄虚的丧事办得体面一些。没想到凶手就在你我身边，这实在是太可怕了。还好我们计划周全，不然就让徐徐跑了。沈捕头，你觉得此案就此结束了吗？这两个案件不是并案了吗？凶手已经伏法了。所有的作案过程、作案细节，是否有同伙，我们还一概不知。不过大人，如果玉牌与镇银案有关，可否让在下与您一同查案？此事日后再说。好吧，告辞。就这样来看的话，徐大人确实没有贪赃枉法之事，这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从写过的奏折上来看，徐大人一心为民，秉公执法，真是难得的好能臣。这刘海是天齐12宫中势力最大的阎王殿成员，而徐大人如此正直之人，他怎么会和刘海有联系呢？主管刑狱的官员和江湖上的人士有来往，这倒也不稀奇。只是，这荀彧到底受谁指使，敢去杀江湖杀手和朝廷官员？难道
刑律司里。可这人跟镇爷案有什么关系？如果荀彧不死，或许还能找出一些线索和证据。现在荀彧死无对证，明明真相已经很接近了。此案真的是深不见底，这幕后的黑手，竟然敢在刑律司面前动手。沈阳，你要是继续追究下去，恐怕会出人命的。既然已经身在其中，如果我们不查清真相的话，难道朝廷就不会追杀12公了吗？我们还要折损多少兄弟啊！听说灵湖村呐，二位客官慢走有鬼神作祟呀，村里的人呐，都中了那狐妖的邪。大哥，发出心脏给他献祭呀！哎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掌柜的，行行好，少给我喝的吧。哪来的叫花子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走走！我不是叫花子，我是北京的村民。灵湖村的狐妖杀人了，我跑了100多里才保住这条小命啊！哎呀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石榴，走，走走，给我口喝的。哎，掌柜的，来，这位兄弟，来这边喝点水吧。来，坐这儿。没事儿，坐。慢点喝，再来点儿。哎呦，这位兄弟啊，你慢点吃啊！我家大哥刚上任刑律司的捕快，兄弟，狐妖的事儿你可以放心跟我大哥讲。大人有所不知啊，那狐妖极其的恐怖，身上会发光，足有6尺高，见人便吃啊！我们村子里的人都被狐妖吃了个遍，我们一家老小也都被狐妖给吃了呀！大人，求求你，求求你给我做主啊，给我们做主啊，大人！大哥，你说真的有狐妖杀人吗？胡说，这世上哪来的妖怪呀？切！哦。下官玉长风见过杜少府，杜夫人。不知大人急召下官，所谓何事？杜甫，门下天下之本，刑律司着行王化，明昭律法，本属天子御统。然地修何云？
都的跟你说什么了？陛下已经将刑律司的管辖权交给杜兰初了。什么？可是刑律司是由父王直接管理的，如果把控制权交给星度的话，他又会叫我回宫了。公主，慎言。我慎什么言啊？那天你没听到吗？哎，你拽我干嘛？你拉我干嘛呀？公主，那哪是大街上能说的？我才不管呢。还有，姓杜的还跟你说什么了？你们先下去吧。我也要去，我倒要看看这杜兰初到底想干什么。此案诡异，明日同我去的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捕快，你就先别去了，免得有危险。哎，于大人，什么事？于大人，灵狐村一案，可否让我一同前去？你资历尚浅，而且京中也需要有人留守。哎，不瞒于大人，我和16曾在茶寺见到过逃难的灵狐村村民，探听得知此案异常凶险，一定会接触形色各异的人。于大人亲自查，哪有精力放在这些琐事上？我虽然经验不如这些捕头，但是江湖套路略懂一二啊。于大人，把这些琐事包在我身上，您也可以安心查案，不是？马屁精。将军，
此事如此处置可妥？近来边境本就不太安稳，不管怎么样，先压下再说。刘大人，这次辛苦你跑一趟。请将军放心，属下。相公，臣妾刚做了些点心。呀，刘大人也在。不知相公在此议事，还请相公见谅。见过夫人。相公，您们用膳，我已差下人熬了粥，您先尝尝这些点心吧。这么晚了，夫人还费心做这些，有劳了。那臣妾就不耽误相公议事了，臣妾先行告退。哎，不碍事。刘大人，此事就交给你去办，务必将信递到。是。属下就先告辞了。相公近日忧心忡忡，不知是为何事如此烦忧？唉，此事不提也罢，省得夫人偏添心思。相公，一些事情交给下面的人去做就好。相公还是保重身体要紧。今日我听下人传言，这几日北境竟有妖狐频出作案，搞得人心惶惶。不知相公是否在为此事烦忧？没想到此流言传到夫人也知道了。辖地出此怪案，百姓不堪其扰，本帅不得不忧心呐。我已命下人不得乱传此等荒谬消息，免得惹出麻烦。相公，您不必太过忧心，朝廷定会派人前来查实，我们小心迎候着就好。小二，结账。客官，已经有人把账结了。坚持坚持。太可怕了，这事儿。等一下。
前方可是灵湖村？正是。你是这儿的村民？是，几位大人。村长呢？村长，他就是村长。啊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小人也是为了活命啊！你身为村长，怎可擅自离开村子？大人，这段时间村子里的人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哪还有什么村民呢？村里的人都是怎么死的？是狐妖干的。他们全都是捧着自己的心脏死的。这是在给狐妖献祭呀！大人，你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吧！我们一家上有老下有小，实在不想变成狐妖的祭品呐！求求你们放过我爹爹吧！岳大人，孩子想要救自己家人也没错。算了，你们走吧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来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你要带他去哪儿？啊，离这儿有10里地，还有一个秦家庄，那里庄户多，咱这村的人都迁到那里去了。大人，您看这村子哪里还能住人啊？我就算不为自己着想，也得为孩子着想啊。最近的案子发生在何处？就在那里，狐仙庙。往前走，再往左拐，不到2里地就到。你们走吧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走，来。哎呦，小冬瓜，小冬瓜，哎呀，小冬瓜，你看。万木头，你在周围巡查一下，别遗漏了什么线索。勘验就由我和神捕头做吧。啊？我啊？走。哎，我说于大人，你说这凶手到底是怎么想的，能把尸体摆成这样？狐妖杀人，故弄玄虚。哎，要真的是狐妖杀的人，就这样，难道是餐前的摆盘吗？死者为大。好，对不住。四肢僵硬的程度，明显是死后才摆出此种形状。你看这些，都是我大哥验尸用的。这地上的血液，也不是喷溅而出。死后偷腥，这根本不像嘛！几位大人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你不是？几位大人，不好了！秦家庄，狐妖又杀人了！什么？沈阳，如此杀人，你可见过？这样诡谲残忍的杀人手法，我倒是第一次见。不过我和玉大人的想法一样，不相信这是狐妖干的。村长，您说是狐妖杀的人，那你们见过狐妖了吗？回大人的话，小人不敢撒谎，好多人都看见了。我就是眼睛不大好。如果这世上真的有狐妖的话，我倒是想会一会。眼见为实，进去便知。行了，阿喜，你就别哭了啊！你真以为你是秦家的人啊？啊，你不就是在乎老三那么点财产吗？你，我没有，不是这样的。老三真是个多情种，把你留在家里就是个祸害，还不知道从哪带回来野种。三位老爷不是这样的人。行了，我们也不吵了啊！
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家产的问题。你还想着分家产是不是？你三哥多长时间没给你钱了？我看你早就怀恨在心了吧？哎，老二，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怪了啊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不就是嫉妒老三分的钱比你多吗？行了，够了你们，都给我住嘴！大人，这几位就是秦家三兄弟。邢律司办案，你们谁是管事的？哦，各位大人，在下是秦家长子。我家老三全家4口被杀，还望各位大人替小人主持公道啊！这人才刚死，这么快就下殓入葬礼啊？万捕头，屋里。人都死了，我们就该早日入土为安。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家产问题。大哥，您说对吗？这葬礼还是您一手操办的，花了这么多钱，你也心疼是不是？老四，你混账！先把酒给我放下！吵死了，吵死了！谁是苦主家人？大人，我是秦三爷家的仆人，我叫阿喜。老爷家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。节哀。你们家就你一个仆人？老爷爷家死后，他们就都走了，说是害怕狐妖。那，你为什么留下来？我家原是住在北朔的，后来南朝和库戎大战，丈夫死了，这才逃到这儿。是秦家老爷救了我。现在秦家人全家惨死，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了。案发当时发生了什么？当时是早上卯时，我刚从集市上回来，结果我一进院门，是狐妖，是狐妖杀人，和令狐村是一样的。你说是狐妖，那案发后可有请仵作验尸？秦家几位老爷急着下葬，不曾验尸。那看来，我们得开棺验尸了。哎，各位大人，使不得呀，死者为大呀。依我看，这事儿怕不是有人要谋财害命。自阿喜来了秦家，秦家就有些贵重物品丢失，说不定凶手就是这阿喜。各位大人，你们把他抓回去，严加拷问，错不了的。要不，你来办案啊？